棵樹和一隻鳥兒是好朋友。鳥兒站在樹枝上，天天給樹唱歌，樹也天天聽着鳥兒唱歌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寒冷的冬天就要到了。鳥兒必須離開樹，飛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。樹對鳥兒說：再見了，小鳥，請你明年春天回來唱歌給我聽。鳥兒說：好的，明年春天我一定回來，請等着我吧。鳥兒說完，就向南方飛去了。很快地，春天又來了。原野上、森林裏的雪都融化了。鳥兒又回到這裏找它的好朋友，可是樹不見了，只剩下樹根留在那裏。立在這兒的那棵樹到什麼地方去了啊？鳥兒問樹根，樹根回答：伐木工人把樹幹砍倒，拉到山谷裏去了。鳥兒立刻向山谷飛去。山谷裏有個很大的工廠，鋸木頭的聲音沙沙地響着。鳥兒落在工廠的大門上，他問大門：門先生，我的好朋友樹在哪兒？你知？大門回答：樹嗎？在工廠裏給人切成細條條兒，做成火柴，運到那邊的村子裏賣掉了。鳥兒馬上向村子飛去，在一盞煤油燈旁坐着一個小女孩。鳥兒問：小姑娘，你知道不知道火柴在哪兒？小女孩回答說：火柴已經用光了，可是火柴點燃的火還在這盞燈裏亮着。鳥兒睜大眼睛，盯着燈火看了一會兒，接着她就唱起去年唱過的歌給燈火聽。唱完了歌，鳥兒又對着燈火看了一會兒，就飛走了。